當佢安了，當佢冇你講安了。但係頂一禮拜是大粒頭講，一隻飛機，咱講冇講到嘅是咩？Vietjet，我冇聽過，我冇聽過。幾年？哈，我唔識喎。東京 current 嘅飛機嚟啊！ It's a Vietnamese company, airline company. 伊是飛到啲 Vietnam 定係是飛 international？ Ia base di Vietnam. 特別飛 international 啦。哦，我想講伊飛去就另一個 country 嘅 overnight sensation 啊！伊嘅 founder CEO overnight become billionaire。對 ，OK， 然後對禮拜咧是話人講鬼，唔是？這禮拜講咩啊？哦，八卦嘅物件。八卦物件，我講八卦啊！我對佢是八卦嘛，當今是八卦嘛。真係我不講人講要食咩先？嗱，看我食咩？嗱，是咱要看我食咩？我去 Snapchat 嚟看。唔覺得隻嘢。嗱，你看這點，你看我就這咧，安尼這咧，這咧。你食晒嘅。OK，咱去 Snapchat 嚟看，但是咱要對我 Snapchat 我你看，誒。即係這邊咧學嘅人嗰種，哦，當今在這邊咧學嘅人都有個老作呢。特別我飛機，我最近我冇用 feature 咯，就舉三。TV 啊？啊，你看對啊，哈。哦。我查去邊？食配啊？啊，冇你尋配食呀？冇，你切一半用烤啊？我不是教哦，伊嗰時冇咪教女個啊，伊冇教女，你用這頭姜哦，伊是 juice 給它轉出來就是嘅。哦。所以我呢，我刮呢，這邊刮，頂面刮，一底刮，然後是我叫你 peeler 啊，然後 peel 配下。哦。我咪插把下，我就正食就好啊咯，我講，我小妹妹講八卦時只做物件，咱等人只做老作嘛。他物件咱八卦時，等人八卦時，咱做咩？食月餅。耶！月餅是多對意思哦。伊成個是9月8號到9月15號都好是8月10個。哦。特別你冇睇對。是呐。你特別下邊有月餅啦。啊，當佢有了咯。嗯。頂禮拜就有了咯。我這邊就較歹找，有本啊，都要去等人店。嗯。8月10個，咱要做咩？8月10個，我到底問你先，8月10個要做咩呢嚇？你些人？佚佗六節。佚佗六節。馬來西亞有做老作啊？咩有嚇？這點。嚇？很面嚇，這點。8月10個有做咩老？攞成個咩 activity 你看啊？看過鳥嘅 activity 呢喎？冇啊！我喺厝前你冇好好有一個 activity 是講係點啊個夜里燈籠湖頂，然後行然後冇好多啊。哦，成個 procession 嚇咁啲嘅咧。你去搖機啦，搖機。搖機。我唔係再喺面嘅。嚇？做咩做？我想半度見嘅數。哦。要刪掉咯。因為話解係使，我只要嚟做演員咯，還講嘅。呢邊你未看出喎？應該係本地。我會刪你嘛 ，because 我未知嘛。而最近做工真 stress 哦，所以特特就對人直接知啊。哎呀，你大啲啊，吉拿大餐啊，韓國大餐啊。攞 Snapchat 就看到啊。以前我冇嘢看你 Snapchat 我落小隻人都知哦。大隻咩另一隻？韓式韓國嘅。啊，吉拿隻。哦，那明大隻就另一隻嘛，Australia。啊，是啦，好食本。嗯。有，แล้ว ไปนี่ที่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อาหารไม่ได้ช่วยอาหารหรอช่วยเลยแล้วก็มี对对，我找我啉放二酒爱哦。伊愛貴酒嘅伊。馬來西亞貴酒，這是咪是放二酒？
6點買嚟車買，都來這邊練嘅。嗰個燒下你胡丁咯。燒嘅胡丁啊！啊，嗰時候比較易嘛，然後燒嘅胡丁係超會大嘅。我未做。有時你見了嘅時候咧，你係伊會即刻冇事嗬，即刻實壞去嗬。多一隻貴嘅，一隻胡丁古早伊係 transparent 嘅。係。玻璃渣啊！嚇，玻璃渣嗬，要把你買一隻配 cost 10塊。當劍啊！當劍啊！嚇。當劍個話你可能安尼留個仔胡丁個啊？哦。特別較貴啊！你喺度胡丁嗬，到時你 battery 喺度講亂咁嘅事。哎呦，我有一隻 Sailor Moon 嘅哦。伊 music 啊？細漢嘅啊，唔知蝦米 music 啦，把伊嘅款是 Sailor Moon 嘅。因為我這裡嘅 music 嘅咯，係叫阿咪嚇，這裡嘅。Lambada，丟。你去嗰時，肯定就小歌咧。落地邊啊！行咗。你記人嘅年代嘅事，俾佢10個10蚊上面嘅。那有嘅，咱嘅燈籠咧，咱嘅胡丁，你定到細漢有過胡丁先啊？胡丁啊，咁我爸爸我冇聽講我爸爸咩。係勁啊！你爸爸係咩啊？係你紅紙啦，全彩哦，但是紅色玻璃紙啊！啊，對咯，紅嘅玻璃紙係辣仔咯。嚇！然後你講是燒掉一年，佢係包掉燒起來，還是特年攤子 ？No，不咩？特年就咩事嘅嘛？唔是咩？冇啊！定當時有人燒起來啊！燒起來咪呢個叫齊用嘅啊！就頭幾咩煙啊，冇夠咁正啊！依係佢哋嗰啲燒啊，臭佢大嘢都講。係咯，佢正我是燒起啊！我嗰時冇燒，上面都燒起來啊！一玻璃紙係變定起來咧，拍一破坑嘅。哦。伊成日把波起啦，波起。馬來西亞一個我個男士你是做胡丁嘅。係咩物件做胡丁？做胡丁就 handcraft 咯。哦，有 competition 呢。啊。我等啊，上面係有去邊也是你 community 也是去邊。我係記到啲咧漢明小學位，我去邊，我去看人邊。哇！樣做到只大頂嘅喎，你駱駝車唔是駱駝車，你叫咩？駱駝車。你叫咩車啦？你人大啊，人大誒，人車嚇，人車。啲人車係嘅，人車嚟塞嘅啊！你看我當然3粒4粒嚇。哇！水啊！即係直接咁啊，即係咯，落地邊講。我老斜晒。誒，John 我同你講，嚇，係咪？John，來聽好聲啊！嚇，不知啦，你若是有賺這 premium class 哦，嚇，你問佢講，我食 kiwi，你甲我表嘅包隻 kiwi 曬裏邊。premium class 係食 kiwi 啊？有啦。premium class，講係 seasonal fruits 嘛。你講達咯嚇，這 premium。long haul 達。哦，我講San Francisco 對嚟達。我有想到啦。新加坡邊咧嚇冇達。係啦。所以我有想要食 many baby 這 long haul，啊唔 many 這 premium。特別好，哎呀，我唔知我係紅個大隻，我俾佢出幾多人去嗬，佢攞隻大隻美國人啊。因為是 economy 嘅事嘛，因為會咧少咯。較細咯，成日都人較，I mean，你講比較人較大隻的較下面咯，較坎坷。哎呀 ，business class 講得貴，我是想要坐 business class 嘅 ，maybe 想坐 business class 唔知。business class 貴刀啊，4刀啊，呢個錢。I think about it。但係 business class 就俾4000啊，4,500哦，搭這 B 差不多。貴哦，貴啊！
貴哦 business class。Tapi tak lo, ni saya kun flatbed mah. Tapi lu, kalau kau讲他们嘛讲係你 students offer 你一個 extra tray 咯。你那是 premium class confirm 只kalau paying because it cost by cost 嘛。premium 有呢咩？哦，premium 是講 business class 啊。呀，是講 business class。冇，我是講你 starter 先，然後你 main course 咁樣。冇記㗎啦，落海。記你㗎啦，記你㗎啦，落海㗎。連個去連拉大了就。連個去我 treadmill 嚟跌喂。Oh my god！你係咪啲寫啊？咪寫啦，笨蛋。你拉三隻拉三多啊？嗱，哎呦，試個膜，跟住個膜啊，實搞嘅膜，溫柔嘅膜，搞嘅膜，拉三隻，拉三杯前幾隻，目睭拖累。會驚食 kiwi，若是有 kiwi，你問佢講佢白皮，佢白好啊，你食皮，食皮咧，你很好啊，白，一食一地一地。你講 premium 意思就是 business class 嘅 first class，我是講你 economy deluxe，唔是 economy 係咪 premium economy 當然係你得咯。premium useless 啦，偏類。係啊，我今日做 business class 嘅學就冇變做 business class 啊。對，because it's not a full recline seat. I mean, it's in a 180 flatbed. 都冇面得啦，得。冇得。哇！你話咧借喎，特別我特別四超就話超嘅涼。係啊。佢當我咧。三個隻 kiwi， 你話是青貴個獨白呢？Selamat Aidil Fitri。喂，我想下，等人背背個做咩？我去四超。我佚佗立即燒下，有下經過啊，我就用伊個蠟，伊個 wax 嚟滴一滴。錯咗你恐怖。係咩嘢？細啲嘢。對。有人嘅 sadistic。對。裝係咩？哇！就是我佚佗立即啊！你是個佚佗啦，即點點你 wax。點迄個霞，點。你是背過教醫啊？啊。Because 你是打字母語。我是點八行咩嘅？點咩？點咩？John 啦。喂。馬路 almost 2點半啦嚇。我覺得那麼搖嘅。我就當頭對嗰啲隻，你特別來是第晚 session 得好，แล้ว我แล้ว冇嘛 ，because 我出去嘛，我特別食 dinner， 出去禮拜啫。有。見到特別我食到嘢，特別就好似啊咁嘅。唔係搞亂。俾佢。activity 另外係咩？我是隻教影。是咩？有隻人教影嘅咩？俾佢等人俾佢隻人教影啊！隻人教影啊！試過冇人教影嘛？是哦。未開物件。誒，妹啊，做咩事啊？牛郎甲子女啊，愛經7月較見面嘅。牛郎唔是係你台灣嘅預告咯，係咩？伊人是7月7號啊嘛。唔是你牛郎。係咪牛郎？係咪？係咪講台灣啲預告咯？台灣啲叫預告咯，牛郎。你知咩事？你即電視有冇睇啊？哦。特別一個曉聽個牛郎喎。啊！你去台灣對人哋嘛就最好聽啦。哦。你之前講嗰時我就常聽。你看到咩牛郎哦？冇，我可能阿伯搭架車而家你牛郎嘅拜年。Please call this number。
你有看迄个汽车旅馆呢？啥物嘅？台湾的汽车旅馆啊，你啥物啊？滑车滑入去迄个 hotel 啊，伊有一个闸的哦，你去滑车去迄个 motel 啊，你冚了伊的门，你就会使做物件了。冇去了。我差別有一個台灣，係台灣美年啦。我會使，或者攏就是人捌去過台灣，人敢捌去過台灣咯。捌。有捌去。或者人做隻台灣的 topic，我唔捌去過。可憐我。有你試過食物件，你去邊食個你別啊？我見到飛機特別耐時，對嚟。我去台灣對嚟講，阿魯都寫咧，我就是未三十歲頭。可能在台灣也進來。你係咪到啲台灣嘅真係？我係 fast 咯。你細大啊？係咯。食 non-stop 嘅，我同你講，真係食 non-stop 嘅。等陣做啲嘢負落，我俾講飛過。做啲嘢負落。食月餅，冇咩好食，冇咩食食。月餅冇咩食食。我有食笨蛋嘅。我嗰啲嘛是想，扮那個蓮蓉啊，無像味道嘅一點。你車嘅？車了啊！我見過啊！看月餅，粒40幾塊。哇！見咩啊？裏面？唔知，我都一盒嗬，一盒4粒啊，100幾塊嘞。是啊，安尼看貴啊，一盒蓮蓉嘅嘛10幾塊、20塊啊。แล้วถ้าจีว่าเบมาแล้วชิวเฉยก็ไม่ตั้งหน้าไม่เป็นจับก่อนสิกับเบอ่ะกับออฟเฟอร์มา是啊。เดี๋ยวบ่เนาะตั้งกับว่า係是啊ยังไปเลี้ยว係是下ยังโดยใส่กี่เบ係是จับมันเดี๋ยวบ่เนาะไป搞你做病我就超搞笑嘅書今年馬來亞有打飛的月餅咯。嚇？10幾塊一盒啊，貴哦。你是學豆齋嚇？作個嘅。一盒4年多，4年。是啊。4年，我就看到嘛。後面就係 grocer 嘅曉。然後計人講我愛下你阿娘，我買下你月餅食。因為我真係見到飛嘅時候，我媽上次我上我媽就係屬於愛。月餅啊！你又第一物件，你尖啊、蒜啊。是啊是啊。你吃種鐵嘅。我係產物。水水嘅。水水嘅。當今咪真水啊，有格嘅啊，有 drawer 嘅啊。格伊個 compartment 啊。格，你叫嘅字啦。我係叫 Oh my god！ 叫。แล้วสิงคโปร์有咩新嘅什麼月餅啊，有咩新嘅特別樣隻嘅 marketing 嘅物件？新加坡有咩新嘅？有 Star Wars， 有 Darth Vader 誒，我喺 Facebook 我看到人 post。Darth Vader 啊 ？I think 是唔知係咪 brand Maxim， 唔是 Maxim， 唔知係咪secret brand 唔記得。我看到人 post。แล้วสิงคโปร์攏較濟去買月餅，直接到嚟買。買月餅啊，這咯，有較濟去 Chinatown 咯，有較食關係嘅老招牌嘅，若是 normal 嘅人買迄個 brand 啊，本個灣 Solo。本個灣 Solo 是較common嘅嚇，較 commercialize 啦。common 嘅咯，伊是即 bakery 啦，它 bakery 伊賣牛奶粿。賣 cookie 咁樣咯，板蛋雞桂拉比咁樣咯。見呢上次興大檔啊。大檔對，你調查這裡胡定係 overseas。海外天。海外天。我冇聽過海外天。我人是食釜山嘅呢。釜山。釜山是怡保啊。怡保嘅怡保得咯。怡保嘅。怡保點心嘅唔是？是，怡保有出月餅嘅。你對去怡保買還是伊到啲吉隆坡買？有出誒，因為到位有誒。伊啲 shopping complex 有了誒。
Queen's Gate 係要10年。我來也是八卦啊。啊，我都問佢，你講到而家無面鏡字啊，你講到係你八卦。OK，嚟等下講八卦。我問咁樣，飛鬼係八卦咩？飛鬼我啊，電話嚟，較濟呢啲八卦先係八卦啦。咁俾我問啦，唔係八卦，個大布魯白俾我知道八卦是，伊是成個 bacon，伊是寫，伊唔是假嘅吧？伊是一片嘅寫。你一隻把油，沒真相，偏沒真相。沒真相啊！啊，定到你把俾好啊？是唔是你俾好啊？一地，一個啊，那是老闆山的。係。哦，喺度做嘅。我คุย咗嘛？檳榔嘅 style 啊，檳榔嘅 style。冇，佢就係話啦嘢。我是講只，我冇插。呀。我冇插伊片上面，特別我是講只你成啱。冇 ，actually homemade 快好食咯。你看你曉咩表咩啊？誒，八卦嚇有藥嘅牦牛嘅喎。牦牛。啊，yak yak yak。cat cow。貓。唔是貓啦，貓啊毛啊。冇啦，蘑菇啦。cat cow。哦，蘑菇啊，蘑菇嘅八卦。啊。我睇你見好食吧，我唔敢食，因為第一出味。即係人啊，會去八卦嘅店啦，anything 啊，沒真相啊，還是我來嘢㗎，還是蝦米哦，因為去買雞喎。嚇是。好啦嘛。Hello，都係點樣出來冇哈拉物件？冇可能伊哈拉嘅嘛？嗱，我表唔知喎，伊雞殼定係咩咧？看。我來嘅票唔是一隻雞啊。是啦。我都唔得，actually。伊雞個 boxing glove。maybe 是出名嘅雞票嘅八卦。係是去找買得俾行食，一包就只10幾塊啊。Yeah。我攏知道你趁買迄個食一片嘅八卦。八卦係點？唔知。八卦係點？阿 John 係我俾阿你啊。嚇？唔係喎，歹勢，到底新加坡。3號啊，幾阿你？你檳榔應該是有啊嘛。你 bacon 嘅，我唔知檳榔嘅味真相有喎。Anyway，味檳榔，我食過啦，我感覺檳榔嘅味真相冇新加坡味真相好食。特別新加坡有 difference。等下到啲 Apple 就趁買嚇。Apple 都俾是 duty free 咯，你咪行 GST 咯，就7%。成日俾佢哋不講 solo 嗰時，你啲 Apple 俾你咪行7%咯。哦。然後我係使到啲 ，because 我教新加坡聲嘛，我使去買啊，就對入邊嚟。啊，已經出事啊！我成日都講啊，John，你若是買八卦嗬，你問誒大搖大擺嘅都未真正嘅 customer 哦，到成功，所以你買下 just 入邊。咁樣食噶啦，佢。等陣。我是講你買啲 paper bag。哦，你是。just 係啲你 hand carry 嘅時候咪得咯。啊。我 hand carry 只細呢，所以應該係冇咩看出。I mean 我買嘢但係long嘢嚟啦，我是覺得我買一包啦，我是 hand 起啦。啊。特別人看到誒，做咩屬於睇去？爸嗎？我未使嘢啊。芭比啊。未使睇啊。你從講 BB 嘢嚟講。嚟嚟啊！我是表學，一叫我咩插佢電話嘢學，一叫佢嘅8月貨。我拿啊！我咪講出嚟，佢講出嚟。叫你tambah kacang 咯。tambah kacang。哎呀，我嘛是有朋友無，唔是咁樣看啊，安尼 strict 啦，我哋朋友嘛是。嘛你不㗎啦，嘛是係人哋姐啊嘛咯。哎呦，伊人啊，是第一會曉啉嘅啊。講。係咪呀？做乜做啊咪？做馬達。
唔係講嘅，我講等 recording 咗嘅，教你講。OK，等我調變兩時間講。我是告訴講，講咩吧？咩？這是 out topic 呢個嘅，物件啦，講到非常多。你使講對變兩時間講。OK。哎呀，你冇對變兩喎。FaceTime 啦。即係你世界有 FaceTime 嘅咧。OK，等陣，我講到啲八個時做八個習慣是啷個食咩個？咁啊，我咪講冇成 flavor 個，正當啷講過隻菱格，隻菱格，你知係咪菱格？我知隻菱嘅格，依隻骨格隻骨格咧。哦，迄個呢是骨格，還是叫 Batman？對，還是叫 Batman？ Batman 對，冇知啊。誒，那個我個博士咧，我食鹿油，有啊，pomelo，有啊，唔是只隻咩？有啊，八個隻本啊，八個有擺本啊，是啦，有擺啊。我講白色嘅餅，伊迄呢只啲嘅。碰邊啊，白色餅。我敢講啊，拜鬼鳥，拜鬼鳥嚇。啊，是叫怎樣？你唔是拜鬼習慣，唔是拜鬼鳥？鬼鳥有擺咩？跟住又拜吹講嘅，吹講。拜你吹講。阿仔 ，what？ 拜鬼習慣，你要食咩啊 ，boy？ 爸爸。Jadi papa. No, good boy. Okay, 來俾佢習慣。但是你是 Daddy， 你嘅翁是蝦米 ？Daddy 哦 ，Daddy Bruce and Daddy John. Oh my gosh, you stinky. Boy. 你沒有長 A 哈？有啊有。咩都冇長 A。有長 A。咩唔是長 A？你是家長哦？冇是㗎，特別 tolerate 啦。哦，夾嘴唔是？伊無有你驚驚，有你驚無驚。特別伊無暑假啦，但伊 tolerate 到我掠掉一個最長細全部，一時個一時黐卡呢，突。應該嗰時我就發了啊！我嗰一個咋，他就學了貓山王哦。榴蓮即係嗰邊啊？啊，有再講係咪啊？嘉公嚟啊，嘉公。Hello，好不？大家好，嘉公都見面嘅字啊，我分享。你大部影做過邊啊？能嘅？有做，爸比無大部影，做淡薄來食。我做自己食啦。啊。哎呦，那我嗰個小調啊，就講個小調叮到啦，我你叫我先食過無夠。我知啊，你甲我講嘛，但係嗰啲我無過做嘛，我無點寫做。唔要緊，是講嘅阿仔樣從講起哦。唔知呢，我係 sister 本無夠。哦呀。我係。邊個食嘢咧？我 sister 本無夠，伊本叫獎。你 sister 到咗咯？住喺 Florida。哦，that means USA 政府較嚴啊 ，maybe。唔知呢？特別我講是，我講是係咪嚟喎 ？souvenir 嚟喎。哦，別怪 ，edible souvenir 嘛，嗬。係啦 ，souvenir 啦。edible souvenir。你寫食嘅物件嘛別貴。你寫啊 ，mooncake 啊不 ，Chinese New Year，boy。係呀，我先頭我咪是寫，我係。哦，那先對教頭一刀。我係咩啊？我係 souvenir 本來是哦，對。我未記啊，特別一直來都係幾隻嘅了。我會記講我係差不多像安尼物件了啦，我係。我咪講八個月時啦，我做係咪大日子，到底等人八個月時。嗰啲大陸，嗰啲出邊係咪本冇做啦？第四八個我都唔知。9個月是8個月咯，今年。是啦，我知，特別你知哦，我同你講我唔知第四，這邊度我冇喺你等人 calendar 嘛，對哦。所以我看到人俾滿機啊，แล้ว我做安尼。嚟講差唔多。
差唔多，特別啲事我唔知。我做咩嘅แล้วกู有煮嚟食啦，當今我冇做了 ，because 因為冇地本。哦，你自己冇做啊？哎呀，笨蛋咯。係啦，冇直接人留作㗎，會去補。我是在下面節咗，冇得啲啦看啦9月嗬。9月15號。9月15號。我到啲 Oxford， 我到啲 Cheltenham 冇，我到啲 Cheltenham， 我冇得啲我諗住去食一餐啦。我到啲邊寧。我知啦。搞啦，老搞啦，搞了。冇得啲15號 ，because 我15號。我都唔俾 because 我係 goddaughter 本去 Italy 所以我要叫伊過來食本冇叫伊 so probably 看啦到啲 hotel 會食一個 meal 安尼咯。tapi 冇 atmosphere 咧嗬。嗱，我先講到啲 Malaysia 是8個時啊，咱是8個10個是最 popular 咯，8個10個時。แล้วก็我講嘅是我要再看當今 Malaysia 是新加坡有啥物新嘅 special flavors 係 last year， 咱講到 chocolate 嘅啦，有冇生傾嘅啊，แล้วก็當係咪新嘅咩啊？有係咪新嘅 flavor？ 哦，Cempedak。冇啦，我講嘅啦，唔係你講。啲會啊，有啊，啲會啊，有。cheesecake 啊。because cottage 有。OK， 我每個人啦，你個 suka 係 traditional mooncake， or 你 suka 係古怪怪嘅。古怪哈，搞 good question。traditional 也比較食啦，這點。唔驚。你 traditional 也比較食。係啊，白蓮蓉。真蓮蓉啊。買錢。冇咩嚼錢啊。冇咩嚼錢 ，OK。生類較便宜。Actually 那是 shut up。你隻派。我唔再，我看住你啊。5 kernel and roast pork 嘅 mooncake。我剪尋 roast pork。哦，即有 pork 嘅嘛嗬，平時我剪咪是有白油。咁唔係白油做唔是？冇當見嘅，那是蓮蓉嘅，伊是下撈，伊是正。有白油了嘅。有白油。我是個白油，白油做咗隻阿貴你有冇講 ？Actually 食 mooncake 別使食錢嘅咋，你知係咩事？係咩事？你食 mooncake， 你要食伊個 mooncake 呀？你食你錢啊？嚇你會㗎especially 係你錢啊！有個人食4粒錢啊，咪幾粒錢嘅，真係講嘅人係冇包行嘅啊！你會鹹啊，學伊你牙啦嚇，你牙學伊，你牙學伊，加了用錢夾起來，不，但係你食咪你不要去買4粒嘅夾硬嚟食嘅。但是你咪是不係講，我俾4粒錢 on the side 啊？有俾咩？冇4粒錢有俾？你係講4粒錢買包嘅，買包都係啲國家。我嚟講一句，你去買4粒夾硬嚟，แล้ว你攞嘢錢起來好了，แล้ว你個食，你食你俾4粒嘅，1粒嘅 mooncake 啊，有加料嘅物件裏邊了啊，你食แล้ว你加你錢啊。1粒錢 OK 啦，1粒錢就啲當你成啊1粒 OK，1粒 OK。Because 你成個貴鳥你看嘛，貴起來是。Tapi 那是迄個有4粒錢、6粒錢安尼款嘅嚇，我感覺伊人真係silly咯。你成日講你要蓮蓉嘅，還是要豆沙，還是要內錢嘅？伊是 separate 嘅6粒嘅，你敢若內錢喺那邊？對，那內錢別包啦。喲！我喜歡食內錢本咯，我想到咧。喜歡食，tapi 咱會使買另外係。另外係嘛？他們是不是要去買人
你真當根本激就貴哦。係咯，時我同我講嘅是，比如20幾、30個一粒。佢同你講你個餅面嘅作用啊。你留扣喎，我冇讀咩去。咩出嚟？講時候亂啊？冇，伊冇看過呢啲款物件。哦，做咩？我覺得嘢講，但係都冇買俾物件。哦。但係你冇有，你就講係你邊咧學嘅落雨唔是，你就俾物件點嚟啊？我同我食飽咁嘛。我都除咗一個係你，我以前係你托豆嘅嚇。伊冇上嘅豆嘅，冇上嘅，像 almond 啊，有果子啊，然後啲乜嘢。chocolate 有人來來去去想講你阿漢是個食古古怪怪，是個食 traditional。traditional 嘅。你是點樣都講係咩啊？笨蛋啊！我笨蛋係蓮蓉啊，求其啊我都是個食嘅，as long as it is traditional 嘅，我買女錢嘅。哦。喂，係你 lotus seed 嚟。lotus seed 是蓮蓉啊？然後佢講冇騙路，有啲是有提拉米蘇嘅門記。有啊。From Starbucks。哦。你是啥物咪 copy B 呢？可能。是提拉米蘇咯。提拉米蘇係啥物 copy B？你意思係咩 ？jelly skin 嘅。哦，I see。啊，攞是個隻冰皮哦。愛快嘢了。你係你是暑假，大漢了冇暑假。哦。冇，誒，我哋暑假只在下面啊。係咪？係 jelly 做嘅。哦。jelly 做好食咩？即係，你邊下面人做嘅，有兩味子啊。jelly 做我不食佢喎。因為就做係阿家嘅。嚇，少咯，阿家咯。嚇。特別伊 still 入面有成個有紅豆沙，面看呢。冇。我係外口是 jelly，特別南邊有豆沙咋。我係貴嚟 jelly 嘅。呢個馬蘇加。佢哋用係 dragon fruit 做嘅啊。哎喲，呢啲幾爽嘅。係咪我冇食過？我 dragon fruit 咧，一掛一cube 到啲裏面呀。冇，一樣看。即係落地邊都掉落地邊。You didn't manage to put him in the cage either. No, it's in the other room. 嗱咗。等我看下。哦。dragon fruit。誒，裏面是只 fruit 嚟啦。假鬼嚟咯。你在住定到時，梗係好笑啦，等佢上去。哇，水啊，你壞。你攞屁股。住 echo 是做人會來嚇。冇可能是話。我唔是話，I think because what 用 headphone 啊？冇，hello。是 somebody 就是I think。嚇？我個機聽到個機聲咯。嚇，你聽到啲鬧單響了？未必是你嘅。特別我講你特別不講嘢。吹風個聲咩？Maybe 是 feed。我不講嘢哎呀，別叫佢講咩嘢啊，落毛啊！冇嚇掉冇，我再住定得好啊！你猜嘢你啊？Cage with it, but I put him in. 係數嘛？係數嘛？Auntie 啊，係數咪哥，是 Auntie somebody 做的。你係一隻細漢嘅啦，係是一個出邊。I think 唔係吧，你家？咪十個歲可能。你同我講我俾佢意見。你講嚇，我到底意見，你讀我到底係你，喺邊個景點咪做咩啊 ？Let's go 啊 ，something 嚟過考明。你找嚟學我嗰邊啊？一出邊，我叫你多行啊嘛。係咪做咩啊？我啲歌。
你是酸的名称。你當冇咁人當你個講咧？我家己是人呀。了 ，OK， 當今咧在 transition 咧講鬼片啊，講佢哋事。講冰皮冰皮是冇上嘅，冰皮嘅啲菜人哋冇上，冰皮是一成冰皮冇上。啊，冰皮是女女嘅。嚇，女女啲，我是佢隻冰皮本。莫子，你莫子。嚇，實在冇莫子嘅 skin 掉，你莫子包嘅 skin 掉。我是佢隻莫子嘅本啊。你老師嗰隻叫椒鬼餅哦。條椒鬼餅是唔是上海鬼餅啊？冇上啊。上海鬼餅係椒鬼餅啊。上海是成個是嗰啲豆沙餅，佢一嚇你我是嗰隻本，一嗦嗦呢，成個豆沙餅佢配啊。我係買第一暑假食嗰款。哦，有一年是咯，我是甲南西甲生甲甲是正樓甲無毛白，我去食月餅。有一年是到分鐘嚟。哈是阿漢我未聽過啊是。阿未個。哦。冇你對方出來啊嚇。安娜，是啊，我冇拄着路過。安娜，last time 對現在都冇拄着話。做咩事啊？做咩事？哦，冇我去 travel 嘛。哦，都出國係啊。我去中國啊，那邊。OK， 背過是啱，到時不是我俾問即係落地邊。你是個食按照看嘅鬼餅，你唔是，你是個食你冇啥，你是個食你個咪 Milo 唔是，個 chocolate 啦，個咪 teacup 嘅，還是你是個食 traditional？ 我尋，I don't mind trying 啦，我 OK。你就是講你驚啊！你使食一種咧，你是俾出去 enjoy 味素嚟食。我會食冰皮。哦，是個食冰皮，冰皮入面包味啦。我看咯，看要下面咯，但我買反正因那時你叫我經一行，我會使我經 maybe 內邊是 normal 蓮蓉嗰上面咯。特別冰皮嘅。冰皮嚇。冰皮蓮蓉。你講你食驚做人嚇？我是漢堡包，流汗的汗。你對邊個物解？好，我食到老寒，我甲我小弟喏，不是漢堡包。哦。漢堡包名字係咩？流汗㗎，漢堡包。哦。了 ，OK， 你食冰皮。我想下 ，I think 我唔知啊，當今我上久無食，我下面物件我冇愛啊，當今。特別 OK， 但是我想我驚 I think 我 number one 應該是蚵仔。有 hidden fats，OK？ 喲，我哋見咧，巴油最好料誒。你若是食 vegetarian 咧，就較大咯。你若是食 normal 嘅，較油較香哦。唔係，我要食 vegetarian。vegetarian 你咁去食較香。誒，你潮咧大聲，你冇叫你紅青啊？我啲未烤。哦。就是頭晚我搭個你講，頭晚特別是我去廿三去洗，然後頭晚我烹幾隻我去釣山。哦。有哪洗衫啊？講。你去拍衫拍起來呀？去拍一拍嚇。了嚇，我是個隻蚵仔第二項，我就是個隻蓮蓉嘅。然後第三豆沙是攞人我係你實冇咩是個隻豆沙。OK 啦。豆沙我 OK，I don't mind。特別我較喜歡食蓮蓉嘅豆沙。我喜歡紅豆嘅豆沙，我唔喜歡豆沙邊嘅豆沙。
哦，有豆沙邊係豆沙咩？唔知哦。哦，豆沙豆沙啦，哦，豆沙就剛是就豆沙啦。豆沙，佢就是學豆沙咩？咱講嘅成日係你爆嘅。豆沙果子啊，嗯。月餅啦是豆沙果子哦。啊，我suka食果子，我suka食蓮蓉入面果子本嚟。啊。講在你係講蚵仔入面係咩物件？土豆。有土豆嘅咩？ Almond。我都聽 translation 係 nuts 啊。nuts 是 peanut 是土豆。呢裏邊有一個胖胖嘅物件，即是甘是 dried persimmon 啊，還是甘皮啊？唔知我明白。咱未真講話知，我唔知對哪是。真講，咱嘅咧蚵仔入面係是係咩物件？蚵仔裏邊啊嘛是係個行款嘅 nuts 咯，了。個行款係咩啊？有果子，有 almond， 有係你叫咩啊？係你walnut。แล้วก็係你叫做 I don't 冧剪 I don't know what you call that 啊冧剪。冧剪啊，冧剪係咩？冧嘅剪咯。果子 almond walnut 冧剪，แล้วก็有一個喲，嗰次行款嚟係你上架一長人嘅almond啊，你知？杏剪。杏剪嚟啦嚇，安尼款嘅剪啦，五行款嘅剪咯。有係你係你腳嘅白咯，แล้วก็有。一腳嘅白係咩嚇？火腿，火腿嚇，火腿嚇，แล้วก็有叫咩冬瓜條冬瓜條，แล้วก็有一個唔是甘皮叫咩啊？係你叫係咩啊？芥蘭。唔是係你等住我想。persimmon。persimmon 就你係乜嘢記啊？細餅，細餅嗬，就係啊，你白白啊。細餅執起來啊！細餅。就一層層啊。就細餅喎。แล้ว有個人暑假嘅就係淡薄嘅臘腸咯，就咩有個人唔係啦。呢個白現在係白係咪白咧？火腿咯，唔知咩火腿？火腿是 ham 啊。ham 啊，叫煙花 ham。fire leg。因為係 ham 嘅，我唔知喎。伊是迄個長人誒，伊是規支拄誒卡咧看到誒。It's dry，伊是 dry 誒拄卡。แล้ว伊白油咧，有少白油嘅啊？伊誒白油是來 from the ham 嘅咯，加係你臘腸嘅有油嘅咯。呢邊有 fat 嘛？當今啊，咱去啥平時咧，同埋咱講嘅大利比啊，唔是我來呀，你海外天，海外天咧，可能會買嘅嗬，伊個蚵仔啊，伊個八戒未八戒，伊入面有蝦膠料，蝦膠料，搞食料，搞食料啊，蝦膠喎。年代。做咩鬼？係你 Baker's Cottage OK 啊？得女 ？Baker's Cottage。Baker's Cottage 係出名哦，舊年嘅伊是 Mickey Mouse 哦。舊年我買了，嗰陣前幾年我買啦。Baker's Cottage，當然啦，就是邊兩個去成個啷個會相信嘅八戒月餅是到嚟買？quality，係咪票啊？大東，我第一看係大東啊 ，overseas 啊，Baker's Cottage 啊。Maxim 啊，Maxim 咯，Maxim，因為我嗰時候食你 cake 啊，你 cream， 我覺得 Maxim， 我咪對問你先，我就想到你 cream 特別個背，個頸背啊，就好啊 boy， 再 focus， 我教你兩人只去咯，咱免頸背，咱無限，卡薩哈納，係咪卡薩咩？卡薩哈納是伊個票啊？票，迄是成個日本那邊呢？
高手咯，高手啊usually 是係無下樓你高手很難。都叫翻那隻鬼變了嘅啦。哦，下樓你嗰邊嗬？哎，有啊，你有睇到。actually 還，但是講唔是係你我轉啊，是係撈你嘛，佢邊度冇啦嘅。呢個靠冇賣咩？冇擺。冇擺嘛？啊，佢邊我哋上次冇擺嘅，是係撈你嘛。特別你做咩愛搖啦？有陣時做呢個鹹嘅事。中間都把要真貴啊，伊人用 palm oil 嘅。哦。個枴耳。切落來冇起嘛。有咩冇啊？你做你學豆沙是唔是係白油呀？冇啦，冇起。冇了咯。頂頭是有喎，頂頭係講做學豆沙有係白油嘅啊。是咩？John 白油未燒嘅，你知有？佢做物件用白油啊，一抽血嘅啊，抽血你問啦，樣咁。當見未啊？當見未掉。當見啊，落季節 before 就燒咗了。嚇對。嗯。我知道對我都想食。是咯。哦，學得冇味。E.N.O. Eastin 啊 ，Eastin 就得啦。Dragon Eye。哦，我聽過 Dragon Eye。Dragon Eye 是成個係你去食你香港嘅物件嗬。啊。Canton Eye 咧 ？Canton Eye 是 Dragon Eye。上公司嘅。哦。但是一個好似啊 ，Dragon Eye 還是 Canton Eye 嗰隻？多謝。因為附近嘅冇上嘅，但係食麵嘅啫。哦。然後 Dragon Eye 咧是食菜。食煮茶嚟嘅。成個係你酸身嘅咧嚇，酸。畫面咯。畫面畫咗未？不要講。啱先不要講，一等人名是吧？等人都不要講，我再咁講咧。你每隻隻，阿妹每一個，即係秋晴。秋晴。我幫你仔聽未掉。哎呀，咩咩啊？哦，好放一集啊。咩？Star Wars。有 Q。百幾塊咋只啊？106啊！哦，伊 license 嘅之類咧，伊 Oh my god！ 我愛。誒，樣做，按照樣個做咧鬼片，做咧咧 BB， 你叫咩啊 ？BB8 了，鬼片伊。BB8 鬼片，但係每個。酸身叫咩？你幾號走啊？即部落TV你幾號走啊？走得啦。對新加坡。哦，揾歷史走啊，4號。啊！我31號對，唔係你教我對。Oh ya, aku masih pergi dulu karena house kau sedikit pergi dulu because aku KL 1號。啊，對。我1號係3號啊對。3號我對，4號對啊。我想我不知道係知啊個啦。未啊，未再你18度啊，不未再。呀，不要緊，並再嚟啊！每條未？我未有。OK。係講未？伊講未？伊講未？聽了。我未聽到講過咋？廖定軒啊。廖定軒。哦，廖定軒啊。在樓頂部實時我有看到啊。Cinema 畫面。Few places 有。頂到是軒生，反正廖定軒嘅嚇。哦，廖定嘅你定是迄個香嘅攞嘅定啊。定啊。哦。6點水啊。你問我。如果在迄咩鳥車間那裡叫2點2頭送鳥間。送鳥間。
我到底邊咧福建咧 live show 時送鳥羹啊，送了間係咪嚟？送鳥羹是亂拍嘅啦。送鳥羹是嗰啲頂茶店。係時間仔講有新我唔知依家食咩，我唔知。還沒選本呢，唔知好，還沒選呢。還沒選啊！右邊。一間就是選的。一節車就間是選嘛。間是選嘛啊。哎，送了間啊。送了間啊。送客選，送客選。送了間。這是咩直接講嘅？是 because Bernard 就有對處啊。Bernard 你講埋名出來咯。哎呀，是啊，Bernard 就有對處。一名丟擊。不丟擊是 Australia。叔叔嗰時丟擊。冇一名咩我叫佢隻名嘛。因為一個名嘛，一去大頂講話是有一個名，我袂記名咩嘢。哎呀，我袂記。有咩？有，伊last year 希望做 show 時去大頂講幾個數嘛。有一個名我袂記名咩嘢。咱唔我唔知係咩名。我袂記。下面啊。等我看下伊啊。冇看到你邊呢？ Don't worry, be sexy 呢。我 share screen 咗啊，當然看到。哇，所以我在食 pumpkin 呢啊。可以拖誒。You are screen sharing 車嘢，當然冇嘢。耍啦。啊，車咗。那你看，畫面好。八個月啦，唔係我講舊，我俾講舊已經得淡薄。8個月，哇！next week 就隻舊已經。嚇 ，next week 是8個月嚇。of course 啦，我俾錢7個月嘛。8咯，我當佢對處攞豬咯，我家己等人啦，不是你就等攞豬。浪就舊一隻舊應哦，攞啲邊。我是有9個月10幾號。9個10啊冇啊，9個10個月但係咩事？8個月啊，佢則伊是佢則我舊年是我翁嘅 best man 嚟。哦。當你8個月就是講8個月就是食貴餅個食舊應了咯，兩行。對。8個月食舊應啊，食貴餅食舊應啦。我真係驚食舊應嘅，喲！我真係驚食到嘅。哇，係好似喎喲。但我都去食到對嚟啊。食開真係好似啊！我冇食。我係好似外面。呀！我是係 base of 好似，我冇試過係喺啲食好似，我冇試過。哦，你成日你攞呢？你嚇，你做係坐喺床嘢就食得。哦，你咪是豬角啦，係床咪是上嘅咯。當一隻絕話喺你啦，12隻8個 5個呢？8個，5個都真係正好似啊！正啊！正啦，梗即係正好似咪是即啊，唔是條 band 嘅咩？定埋手少味啦，學得冇你學得冇好似喺度。學得冇就好似啊。好難呢，冇即啊！我suka 食好似吧，我無記啦，伊是雞啊正，伊是雞，我suka 食雞唔要記，我食伊個湯。啊，個是個地蛋香啊。你去香港啊？伊有迄個碗仔翅。It's not a real shark fin。嚇？我冇食只好似。那似我冇好似啊，係拿本攞嚟感覺啊嘛，係啊。你更你更啊，更啊，更啊。就是講去香港哦，香港只隻嘛攞嘅攞邊。叫碗仔翅啊。哦。日本冇嘅，你使係叮 microwave 就係食。哇哦！
我是個成個人講咧，我試過係你試香蕉啊，試錯香蕉啊，青香蕉，青香蕉嚇，有啲係錯，我錯咧是，你我suka hot and sour soup，hot and sour soup 我suka酸辣湯。哦，酸辣湯。做得佢做咩咗？做咩？得，依家 cut 咗。白喺邊。聽未到啦。cut 呢邊。我看起來成個你隻 flexible 呢咯。看起來成個你卡咧。隻狗攏隻狗應啊！你第一件食係咪菜？你講隻狗係咪嘢？嘢。硬角那邊啊！哦，對，桂片硬角那邊對，硬角那邊入面有嘢啊！瓜，我睇佢真係別硬角那邊係食 basket 咧。辣係杜驚啊！當豬籠。有杜驚。了解。係了解。有咧入面，叮當時我講嘅是人講唔知是入面鵝糖嘅，爆鵝糖嘅。有咧？啊，那成個時間我一人知，我就是我未必我唔想唔對吧？你冇人知。係咪你咪冚掉嘛 fault 未聽到？無，迄款迄個杜囝，毋是做粿餅嘅皮嘅，咩迄 extra 嘅皮來嘛，毋是咩？上個粿餅嘅料。啊。對，一配袋就好啲，配袋就好食。做 yoga 這點。你看 flexible 咯。你看 flexible 咯。你 camera 實刻鏡冇，我而家看係掉你卡。camera 實刻鏡冇嚇。Oh my god！ Too weird！ 幾做嚟 yoga？ 我壓未掉 yoga。แล้วโอเค先จะโตฮะเขาไม่รังจะโต啊行政啊等於包紅包包佢哋啊。你講者啦，我冇去食，我食過冇食啊，行政冇人，所以唔嚟包到啫。嚇，安怎？Apparently standard 嘅 restaurant 啦嚇，呢款 seafood restaurant 咧，一個人100塊。哇！哇！呢邊。那是水嘅 hotel 啦嚇，成家啲 KL 啊 Majestic Hotel 聽過冇一點？200塊一人，130啦，免200啦，100個 ，around 130 150啊，你看。阿妹點講啊？一個到1000塊呢，一人100啊。哦，是咯。哦。較濟嘅人是 go online 去 online check 伊 package 佢哋。哦。you agak from there。哦，原來。但無你 before 你接去迄個 restaurant 嘅時啊，伊有真正 brochure 嘅嘛。你食嘢嚟看。你白看啊！我朋友個小肚雞哦，小肚啊咩？哦，個小肚啊。小肚囝。所以啲咩人講伊那真搞嘅，伊人有一個 counter 互你收紅包嘅，大波一邊，小波一邊嘅。哦。你做紅包。你就俾寫落名起來嚇。愛寫名嘅啊。是你自己寫咧？你自己寫來看當地就幫你寫你名掉。伊叫你寫嘅你紅包咯。哦。我講嗰時有嘅是打 sticker 咧。哦。那你自己寫 sticker 去啊？不，唔是。Let's say 要隻字 ，let's say 一條 sticker。嚇。แล้วlet's say it just follow 伊攞嚟，伊寫1號攞嚟，2號攞嚟，3號攞嚟，4號攞嚟。假設同樣 John 嚟下，你是 table 3。哦。你看伊大家。哦，seat 是第幾嚟？哦。你是第33啊。你是 table 3 seat number 係咪啊？
哦，不，it just random 嘅，就係 random 嘅，it just 原來 sticker 咧，先都嚟嚇。都都要兩個12號，你是13號，一係啲你是13號 John 你變咗13，然後你紅包13。哦，就咁樣所以人哋試下咁講嘛，唔知你係咪 spelling 呢個試下。特別所以 sticker 是攞成 number 咯。So tag to your number and the name list 啊。แล้วตัว name list 啦。但係有 name list 嘛？點解講見有 sitting 嘅嘛？哦 ，sitting assignment。佢真係 first come basis 係嘛？嚇，那我未曉啊，頂到成日係真猜啦，就因為你講啲親戚下面兩個唔好啦，下面兩個好傾啊。哦，我睇擺咗啫喎。哦，如果愛買哎呀，死我被記報告，我被記報告，我 suppose 被報告，佢早佢隨時講本來學嘅你只錢嘅時候，本來學嘅只錢300只多時候，當你要穿300嘅衫嚟，買穿300衫，穿本來學嘅 T-shirt 唔會使，是買穿本來學嘅 T-shirt 穿青菜係咪貴唔會使，是講應該你穿300。你唔是係啲 Facebook 有咩？係啦，是講即默默講冇咩個人每啲啲。是講冇呢個咧名情沙頭貴貴。嚇，你特登彈呢？冇人嘢。特登彈呢？你使去，你到底係買嘛？係俾你使，我都只到底嘅打了。白超鏡嚟使啊，白超鏡。白超鏡。拖實。有一日我人去食到食到印度啊，我的媽，我甲我的小弟就是我見落喺自拜㗎啦，佢哋死我。對。見落喺自拜係啊。哦，明就喺學校都冇嘅。最多。出到講喺學校都未有都冇嘅。業主有乜等我啊？係咩事呢？我咪出過。你有所都聽了哦。聽到咩？較濟啦 ，rumor 是較濟是9月咯，9月後尾一個禮拜，唔是後尾一個禮拜，20佢都我到底邊兩個時間先咧？你去訂了嗎？你啱到啲？冇啊，出了啊 ，announce 是9月頭就出了 ，announce 咗。你識訂嗎？當然冇肯訂。你歡隻啊？係咯。你嗰時係咪？Okay, back to topic。忙死我了。我有一擺我的小弟啊，伊啲水紅包類嘛，啲水啊開哦，伊一條50塊落來爾，伊都搖啊，你講做咩事安尼款爾？係咪事？冇夠遐50塊是？是啦，無夠啦，50塊爾嘛。了，迄老公袂使亂講話。哦。即係冇了啊，搖啊！你倒出來冇一個就呢。即係我當時請是 family dinner 是嗰時 parents 坐嘅嘛，所以我唔知行政個字。哈，當佢假如係 parents 是啦，伊嘛是叫人100塊咯。係你唔做出嚟嘛？哦。So that means 我若是要去食請我就包嘅，拍啲100塊看600塊咧。啦，你是在你硬角啱咪頭頂排隊，你個朋友嗎？是咯。你個就拖狗啦，係嘅事。車撞破啊陣。車撞破嚇。跟住orange juice 啊，芬達啊。芬達係好聊，沙士。芬達就好聊啦喎。芬達 orange 嘅沙士差冇，好啉喎。一個 Shandy。我啉過迄個 imitation 芬達 imitation Coke 嘅，唔是芬達係 Coke 嘅擺嘅哦。哦，是叫做咩？芬達？唔知啊，較慘。但係我佢韓都嘅表。韓都。我嗰陣去食請好，我是學紅包好，迄紅包你是參水落去我貴啊。水落去係咩？
我酒有時我帶啉個膠本那個對厝。我學咗醉所啉咗醉，我講我有水。不過冇啉酒啊，冇得咯。我start 去過啉14點。beer 啊 beer 啊。beer 一個位帶嘅落邊多啲頭開。啊對，你梗係有啉喎你。邊阿涵啊？阿涵未醉啊涵。我未醉過。阿涵 steady 啊涵。冇啦，我 before 我醉，我 allergy 就來了，按怎醉？你 allergy 做咩？你 allergy 做酒啊？我係黑超啊，我係流鼻血，我流鼻水啊，蝦米啊？哦。我真細呢是嘛？我就是後背醉就是安款咯。你舊影學樣前一學，一個係你 decoration 係咪唔見貴喎？貴哦！我第一間去做係 balloon 嘅嚇，我尾啊了係累啊。依間做係攞隻人企到係你 main entrance 攞隻人用 balloon 做啊，那個淡薄 balloon 在那邊好那邊啊攞錢貴3千。安尼款呢？哎呦，人去看佛都不是，人一刀一卡路啦。係啦，就成日看咯。得嘛？你差咪鄧人啊，幾歲你就係你卡鄧人特嘅，鄧人卡鄧人，好難做，成年好做啊。愛邊都就有。啊，我講就愛邊都就有。特別咪是想啦，咪是愛人愛考慮卡，你個攤卡。我係表哥啊，伊明年愛教因下，伊嘅 estimated budget 80千咯，就係咯。喲，特別即是人紅包個攤攤就對啦。冇說紅包你個對。曱甴係你幾多嚇？邊兩地大嘅點咯？地大呀係500幾千，知咩？喲，my god！一個月得咯，係後屌做緊嘢啊！哦，嚇，嗰啲黑冰啊！哦，樓丁啊！嚇，貴你呵？哦，500幾千，你樣估就係你 live streaming 就係有時嘅落邊時都開車時要直大嘅 screen 呢。樣 live streaming 就係大嘅 screen 嚟嘅落。哦，好嘅人啊，即係是飛機即 business 即係 first class 嘅人啊，冇成日玩啊慳啊！呢個慳多嘢，主要，冇聽到聲個表情。係你冇人啦，睇到？對唔住。我講嘅真係冇人嘛嗬。在。因為佢俾住名佢100幾600幾。哎呦，我愛。我去日啊，我去 Australia 啊，我係以前我去香港嚟照掉。嚇！你照掉咗未？練招啦，啲朋友啊，俾招。哦。啲翻譯嘛。你嚟除咗練啊你？來啦！他變 super club 嘅。差咪嘅唔係你先玩棋啊嘛，就得棋喺回底去看啊嘛。絕對有一間我坐到去嚇。但是我未接過，我唔知嘅，就我衰喎。啦，怎麼可以看？怎麼咪就奇怪？咖喱阿伯又唔係看。會係咩？跨大波嘅嘛，時時都。都可調換。你看下微笑。我當佢又未識跨大波嘅嘛，時時。有咯，就係見過雜波咯。哦，是咯，都係見跨大波。最就
common 嘅，安怎我聽到 echo，只 common 嘅查某去看查某。是啦。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哈嘞London baru有一個 nudist restaurant 在 rooftop 嘅，因為 nudist restaurant 但係 nudist 係未八戒嘅在 rooftop 嘅。都咩數八戒，nudist 係只隻咧 nudist 啊，冇咩好講。你看下嘛，就係嘛講我就當。你講緊阿 John，你講緊 nudist 被八戒，我甲你講啊，真啊謝你整嘅。嗯。我 friend 一起美國一起嘅 nudist camp 啊，嚇。แล้ว一穿衫就去都知。嚇了。特別唔是一看人看伊，係啦太數。係啦，都要 reverse 嘅。謝啊，想來啲有40年、30年嘅歌。啊，做啲係咩嚟喎？叫咩？叫 strip club 啊？唔係。你去嗰邊冇用啦，冇興趣。你是講看查某特特啊？我唔係去過嚇，但係我唔係去，特別我打波我唔係去過。你對頭前清我冇關啊。I mean OK 啦，是看笑啊，那噔到想看 bot 呢。我咧真飛過嚟，剛剛去 nudist club，啊不是，即個 stripper club。誒，特別我這 episode 我寫咗未講過，就是叫咩啊？叫啊，你咩名啫？你講咩？叫狗係有狗喲。狗上面狗，乜叫狗嘅？咩叫狗誒？唔是鴨咩？狗做邊人卡出去咯？你做邊人卡出去？狗做邊人嘅嘛？我嘛。係咯，你把狗做邊個啊？冇。哎呦，我學過對過啊，知唔知狗啊？狗是下面有叫狗好像是下你嘅啊，特別 SM 嘅 type 嘅。哦是啊。佢是做邊路嘛？哦，你人講話。我冇人講嘅，嗱，有啊，叫雞叫鴨叫狗，我寫起來啊。哦。我未記啥名啦，諗下講過。叫狗。Oh, I know. 叫雞是 straight 嘅打波叫雞查某。是啊。是 straight 嘅查某叫打波。And then 狗是雞打波叫打波。哦。I think 我查某咩？查某叫查某面女嘅面去叫。係你查某叫灰雞。查某面去叫啦，自己係你啊面。叫灰雞啊！叫灰雞。唔知我未記啊，唔知就唔知我嚟講啦，問過話。係嘛？灰雞嘅水嘛，也不會起來同個 friend 啊咩嘛，咪是。叫必角叫下面學嘅喎。必角啊！我未曉啊。係啊。你曉乜都未曉點嘅啊？Peacock。啥嘢啊 ？Peacock？你知我下話落地邊你知乜講啊 ？Peacock。我唔知啊。特別咱只少看到咱真無 Peacock 嘅時候，所以同我講，嚇。咱成日講金蹦雞啊，咱就有人講 Peacock。金蹦雞，誒，我是個食咩啊？對佢會食雞背。雞背？雞背。雞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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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煮啊？大明？未未煮，我當今啲煮 Western food 呀，當人家不要煮個。哦。慢慢學。你當煮咩 Western food？哇，roast chicken 啊，哇 pasta 啦。你當冇攤煮咩？ No。我有 share kitchen 嘛。哦。你有看見別人有煮本還是看見你煮呢？別人不能煮啊！哎呦，
早会啊，我人会生毒啊，较无灵啊，惊死我啊！哦，物件歹去惊。哦，都叫灵了，你零 T 嘛，唔是啊，當然。是啊，靈天啊，幾多個係啊？無靈啊，幾多可以個係？可以人知物件，知甲小白啊！哦好，誒，我你望跳落 TV，我把釣過一刀啊！我唔是釣，我有時煮物件咯，是煮嘅時我係飯啊，你想要炒飯嘅時，要煮物件，你飯咪是熱咯，未炒泥啊！我把夾我係飯，我一係啲個烤喺度食啊，一食咧佢落落去，一係到啲個烤喺度拎。你往時生頓，我 Thanksgiving 嘅時，我煮 Thanksgiving 嗬，我係物件往時想這一 prepare 我生頓無夠大，我不先叫佢個烤下。零天嘅時。而家嗰陣做工嘅時咪是有嘅 hotel 無 fridge 嘛，所以買機嘛，咧你買 yogurt 啊啥物啦，係啲糖啊嘅，if it's winter 啦，無變咯。係啦，你看你啊，若是我有煮蝦米芥末菜啊、芥末飯啊，我無係生毒，咩係生毒誒？係袂歹嘅應該。伊袂歹嘛，然後呢邊900度啊，甲 refrigerator 上大嘛，就免咯。係咯。哇！你哋個係邊個口本未流汗啊？所以 dry 係一門嘅事。哦，你係 chips 啊，係邊個口未流汗？one thing good about 我靠，卡無你見啊，啲 Malaysia 誒得了。是咯。你話這邊啊啦，這個特別上政府 air conditioner，所以dry，伊 air 個 dry，所以無物件無你搞流汗哦。你湯嗰邊咧定快定去。當叫我人教導呢。我教導啊。今日我唔知今日講幾多。今日我人來隻看人嗰邊特特人嘅位，哇熱88度，等陣88度咗。我比較換咗換。Celsius 係乜話？哦 ，OK。31度。哦，熱，幹嘛嚟壓上31。Balu。忘咗。哦，比馬來亞嘅另個往同一個。阿妹嘛。阿 boy，OK， say bye say goodbye already. I need to request Helimed if available over. 哎喲，阿 boy มั่งดูวะไม่ดู哎喲สิอะไรไปคุยได้ไปโลฮออีบอกว่า flat มันจะ cancel 哎喲個爽我咪對啊，我咪對邊領啊，我咪對邊領啊個爽เนี่ย我對邊領嘅時候，我諗聽到這時我就差唔多咪對啊。嚟去對啊 Snapchat 啦 ，Snapchat 就這邊領福建人啊，我看呢數20幾30人邊領福建嘅人嚟。耶！係啊，做啲 Snapchat 啦，做我嘅切隻狗攞你嘅顯嘅。吹水？我啦攞兩啲 send 物件 send 嚟 send 去 practice 小陣都用 Snapchat。嚇，好啦，以後咪我考慮下嘛，叫得這嘛，切隻狗嘅啦是狗嘅，而 post 嘅而 snap 嘅啦。嚇，我係覺得是鳥咯。對，我暑假有興趣，我通看到人嗰陣哦。actually 我個上下人係當學嘅啊，若是人特人，就做得很爽啊，通看人當學嘅。唔知嗰啲人 Snapchat 咯，佢冇你 comment 嚟啲。佢冇你 comment 啊，Facebook 啊，係咪 ？Even Instagram also not so common。是較少年嘅人去用咯，是講。誒，阿 John 有 try 過 Instagram 同 Snapchat 哦。Instagram story 啊，有啊。好睇到咩？伊 actually 成個淡薄 extra 嘅，可能咯，就冇咩睇。我 Snapchat 有較濟 conversation 咯，because 係人嘅了成日我嚟講去嘅可能，然後到啲 Instagram 人較濟是看咧，冇咩 comment 冇咩。特別我到 Instagram 較濟 views 係這樣。運動啦，因為伊 Instagram 嘛，較濟人 Instagram hashtag 嘛，較濟人吹 hashtag。特別我爽嘅時候，我 Snapchat 嘅人誒，但係我背人，等陣我琴日講成，我背人參邊啲學嘅誒 Snapchat 就是你看嘅，我通甲人講話，我通看人有咧寫寫字咧聽講啊。
名哈，伊是哎我袂記，伊名耐咧多呢，伊甲我講哈說昂門咧，說昂門咧，伊講伊驚甲我上名喎。John Ong 喎，我就咧聽講，伊講伊聽就係你頭聽起，特別唔捌甲我講過話，所以到啲 Snapchat 我看到伊就看我誒，我有 message 嘛，我講你是注意呢，你是實甲我講話咯，然後實講起咧有一間咧就是，伊甲我講，你爸是唔是注啊？我講按照你知，講因其實出嚟。哦。趣味哦，我哋啱啱未看過咧，啱咩？嚇？你啱啱未看過咧，啱咩個？啱講笑。花了咯，我當見5點了咯。OK， 咱實小蛋啦，當然各位聽眾，你哋快咧，我希望我哋飛過留咗，一隻桂餅，隻狗應該隻桂餅，隻桂子，然後頂隻桂子是隻泡豆，聽隻咪隻泡豆，隻咪隻狗應隻桂餅。咁成日咧交過時間嚟隻姐，過嚟散到堆。對啊，教嘢。對，咁成日我哋隻姐咪是被生咧，你個啦 deep fried。哦，誒，當今晚會啷？邊咧啊？有攤隻姐面單交過哦。應該冇啊。你去John 你去點咩病？哦，yeah，OK。John 只那借嘛，係你借點。OK，但係我唔知。你去吹淡配有一間借點。我擺喺嘢啊。擺喺嘢。OK。你去吹。我去食嚇。你叫出來，你去食，伊個好借點真好食。OK，你食這點是成個食多呢，還是食你食叫飯啊？經濟飯？唔是經濟飯嘅，就係叫上家 restaurant。叫菜啊，OK，我去，阿爸去哦。我冇插 ，as long as 上家經濟飯我本食，我本自家食嘅 anything，as long as 借。我自家食未定，我食就好食是咧蘭州麵。借蘭州麵。好食。伊成日可能伊是往去食嘅是，伊厝內食嘅寫一 flat 呢，可能伊厝一廳擺攞啲度呢，就好。兩個去做，可能兩去搞呢，可能去食呢。食久啦，未記得咯，特別食到蘭州麵咯。我講，做個呢上岸嘅時食師傅蘭州麵都唔知。Actually 啊，伊人啊冇通食肉啊，佢要騙家己。冇唔是買食肉，唔是我冇通食。choice 真係。你看阿爸咧食肉。lactose intolerant 呢，食定。哦。食古靈嘅咬嘅，食 ice cream 咬啊。當見個 special diet。面搞到笑。Bye say hi. Bye say hi. Hi good boy. Good boy 啊，哦，弟弟講咪，我講咪咧，喲講咪，講咪，咧，係咪嚟？喵係鬼邊哦，我想嘟還是喵？嘟嚟誒。嘟啊，哦 ，OK。嘟跟喵。哇，我準備做飛 OK， 小打各位聽眾，這禮拜特別嘅邊啲就是這點啦，了加這點要加係卡LC 加加工啊，LC 超情，普基，超情，你認錯啊？了加啲辣蛋蘿豆啊，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 Bye กาโรตีบีน good morning อ่ะแล้วก็ตอนเราเท้าซ้ายเหรอตอนเราเท้าก็บุ๋มไปดูอีกก๋วยเตี๋ยวมีอ่ะตอนเราเท้าดูก๋วยเตี๋ยวสกัดจีนจ้อยtraditional อันจ้อยเด่นยงฟังเต่าซา女人加豆沙女人當然他冇得奶呢，冇得請。冇，呢度點會隻股我未記嘅。呢度啲 Skype，你睇呢度啲 Skype 未講得點？呢啲隻物件是嗬？冇，做物件。哦，對。
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希望能夠到底嚟收聽啦。下禮拜應該是到啲邊兩落嘅 episode，冇，下禮拜是幾嘅？幾嘅應該是到啲邊兩落嘅。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到邊兩嘅見啦，拜拜。你記得我 Snapchat 啦，我記得到你 impromptu meet up 嘅時候，你 Snapchat 啦，感謝，拜拜。拜。John, did you do it? John. 喂，喂 show 嘅了嘛？喂 show 嘅了嚇 ？Yes 就叫啊？喂 show 對嚟 US 啊？9月23號啊！哪裡使看這個 ？Whisky 有 Lantern Walk。哦，19號啊？19號咧11號有mooncake making session。哦 ，straight ski 是到到咯啊 ，straight ski 是到咯。個早晚做。哦，Penang Back。Tapi tangki mah buta Tanjung Bunga lo。啊，會啊。係啦，變咗4年，OK。搭車你咁滯，嗰人騎 straight ski，伊 lantern 嗰陣時人車頭整嘅灰。Look，買一個 lantern，你去對調行啦，你去調 A 咯。Snapchat。人個 unofficial 邊啲學嘅 meet up 啊，中秋時。Tapi lang si P gue ceplak ho kacia, so kapan gil? Gue siapa lah P gue ceplak kengja, kau siapa? Be, ibu be ya, lu P gue cap sia ame, lu kami kibe. Oh. Iya, gue bo be ya, the last night, lu kami ki golak yang mesti lu ki kuan, kalau ibu be panggil lu ki sao. 哦，伊較早就辦機未啊？伊唔是等個16個辦機嚇。冇。because 伊15人 celebrate 就冇俾啊喂。所以啦10個，俾佢10個高俾個還是14呢？14啦，你去14啊，咪是10個冇。I think 到14呢。OK。你別說問單個16啊，你看冇半行，食烘咯。食咖喱卜。好，食咖喱卜。OK， 感謝邊兩個客見啦，各位，拜。阿韓我個 call luôn là siêu internet connection。OK，bye。